呢個呢，就喺大陸嘅茶餐廳，我而家就準備食早餐。咁佢呢嘅伙計第一件事會攞一杯熱茶俾我，另外呢，就係一對筷子、一啲匙羹，浸喺一個滾水，再有滾水嘅杯俾我。咁啊，同香港呢嘅茶餐廳係完全唔同嘅，因為茶餐廳要自己攞筷子啦、攞匙羹啦，然後呢，你仲要同啲伙計講，唔該你俾杯水熱水我。咁我而家呢就坐喺度，呢張台就好大嘅，做個卡位，對面係冇人坐嘅嚇，對面坐2個人都足夠有餘嘅。大家諗下，咁就係香港嘅茶餐廳。